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1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16节，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所选。到底是人找到上帝，还是上帝找到人？竞选人来跟对伊呢？无毋对，圣经是甲咱讲，咱必须爱去找求上帝，也就亲像今仔日的旧约的经文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16节，嘛是安尼讲着啦吼，才会找求我上主的人啊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真明白安尼甲咱讲，毋是恁竞选我，乃是我竞选恁。对圣经原文的讲法，咱基督徒称义啦、成圣啦、得救啦，其实拢是被动的。咱是拢叫上帝找到，被上帝来竞选，被上帝来拯救的。先知以赛亚书用这个亚伯拉罕以及撒来受选条来做例，提到着上帝将要来赏赐迄个救恩的这个记载，恁才会追求正义、找求我上主的人啊，着听、着看迄块石盘，恁就是对遐拍出来。注意看迄块石屑，遐恁就是对遐挖出来。着注意看恁的祖先亚伯拉罕，看恁的老母撒拉。我选调伊的时阵，伊简单家己一个，毋过我赐福互伊，互伊子孙真济。上主要安慰耶路撒冷，安慰伊所有的风暴。我要互山坡变做亲像爱甸园，互风暴亲像上主的园。田园内有欢喜快乐，有感谢而乐的歌声。我的子民啊，注意听我讲；我的国民啊，着暗耳孔听我。我要将律法赐予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做万民的光。我的胜利已经逼近，我的拯救已经发出。我的手骨要统治万民，海岛拢得要听候我来，一直期待我来解救。着举头看天，压落看地，因为天得要亲像烟雾来消散，地亲像衫穿旧去，内面的子民亲像芒虫死去。毋过我的拯救会永远存续，我的公义代代无穷。着听恁才会认捌公义。有甲我的教示藏伫心内的人，毋免惊人甲伊踢笑，毋免论别人甲恁侮辱，因为主虫会甲因吞灭。若准地食饭，食因的衫，虫会甲因食了。若准地食羊毛，毋过我的公义会永远存续，我的拯救要续到万代。上主啊，着醒起来，醒起来！你的手骨着坚强起来，亲像早时的年日，亲像古早时代安尼。着起来，甲那合璧独做一块一块，着插头迄尾大海怪，兼毋是你。互海甲大深渊的水打起，伫深渊开一条路，互得到赎回的人过去，兼毋是你。安尼，上主赎回的人拢会倒转来，因会欢喜花头喜面，沿路唱歌转来耶路撒冷。哀叹悲伤拢消失，上主讲是我才是安慰恁的上帝。是安怎你得惊一定会死的人？因为性命不过亲像草，你是安怎袂记得你的上主？
袂记得迄位铁开强冲入大地军机的造物主，伊规日惊吓无停，惊迄个想要毁坏你的气压的受气，其实伊的受气袂当伤害你，受了气人真紧就会得到头棒。因袂死伫监牢，嘛袂欠缺食物。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。我摇动海洋，互烟花花吼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我的称呼。我将我的话放伫你的喙，用我的手的影惹查你。我铁开强冲，甲大地的军机。甲耶路撒冷讲，你是我的子民。新约的弥赛亚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啦，吼。当然但是伊却必须爱面对犹太人的陷害，伊的计谋。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记载着耶稣基督伊离开遐计谋陷害伊的人的时阵呢，有真侪人来跟对伊。并且得到医治。马太福音嘛引用着旧约先知的话提到，印证耶稣基督是上帝所选召来承受救恩的。耶稣知因的计谋就离开因，有真侪人缀伊去，伊就医好因中间所有的人的病。伊命令因毋通对人宣扬伊的代志，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。恁看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我所听所喜爱的，我要赐我的神互伊，伊要对万民宣告我的公义。伊袂争辩，袂宣扬，伫街路无人会听到伊的声。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止；造化的灯火，伊袂分析。直到伊互公义得胜，万民拢会将望交托伊。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请咱家己来读。感谢主爱的天父选召耶稣基督，找肯伊，诚做世间人的救赎。求主帮助阮回应你的呼召，全心全意来跟对、来服侍、来宣扬福音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